啦，各位群組成員啦，今日介紹呢一條嘅地鐵線咧，佢非常之長嘅。咁佢係家庭第一條嘅地鐵線，亦都係第一條跨省跨市嘅一條嘅地鐵線。咁呢一條就係上海地鐵11號線。咁呢條線非常之長嘅，我而家話俾你知啊。呢條係11號線啦，咁上海地鐵11號線。咁呢條車咧，呢條線咧就係由上海迪士尼啦開去嘉定北嘅。咁有支線去到去江蘇昆山花橋嘅。咁佢係上海第一條嘅跨市嘅地鐵啦，亦都係嘉定區第一條嘅地鐵線嘅。嗱，你睇下11號線同非常之長嘅，由豪新區經過都好區再去嘉定，跟住有支線去到昆山嘅，即係跨市嘅呢條線，長到82公里啊，非常之長啊！第一個站一定係總站噶啦，上海迪士尼。咁呢個站就係為配合上海迪士尼開幕而開嘅。呢個就係11號線嘅總站咧。咁未來21號線都會喺度做換乘嘅。咁換言之，而家就喺上海迪士尼入邊啦。咁就方便啲乘客去上海迪士尼玩嘅。呢個就係羅山路站。咁呢一個站有啲特別嘅，就係成個上海第一個全部以架空形式換乘嘅一個車站。咁佢係同16號線做換乘嘅，係啊。因為你上海好多地鐵即係架空地底，即係天地換乘啦。咁呢個係上海唯一一個全部架空換乘嘅轉車站，呢個係特別嘅。呢個站就係東方體育中心站啦。咁呢度就係3條線嘅轉車站啦，6號線、8號線、11號線嘅轉車站啦。咁呢個站亦都係6號線嘅總站。咁呢個站原名叫做濟陽路站。咁但係因為後期東方體育中心落成，咁所以就改咗名，變咗做東方體育中心站。哇！呢個站真係咁多人啦，徐家匯啊，咁呢個站喺徐匯區中心啦，咁就係1號線、9號線、11號線轉車站啦。咁因為呢個站喺徐匯區嘅中心，所以呢個站一定係人流極旺嘅，一定多人嘅呢個站。好啦，終於入咗嚟呢條線喺嘉定嘅第一個站南翔。咁呢個站咧就係佢嘅位置好近南翔古鎮啦。咁呢個站呢個南翔就係我哋正宗上海小籠包嘅發源地。咁所以如果你要食真正正宗嘅上海小籠包，就要去南翔嗰邊食噶啦。呢個就好得意嘅，呢個站叫尋長公路。咁呢個站係11號線近期加建嘅車站。咁佢係第一個啦，已經喺營運地鐵上面加嘅車站啦。咁因為呢個站點解一直冇加呢？因為呢個站以前係環球樂園舊址。咁因為以前係環球樂園啦，咁但係環球樂園之後就執咗啦。咁但係因為周邊就嗰陣時仲未發展好啦，咁所以嗰陣時呢個站就未起住嘅。咁後期因為啲商業配套成熟咗啦，咁所以呢個站先至會喺現有線路上面加建嘅。好啦，嘉定新城站啦。咁呢個站就係11號線嘅主線同支線開始分叉嘅一個嘅地點嚟嘅。咁同埋呢個站嘅月台好得意喎，一度一側嘅喎。所以你如果去呢個站，你搭車你睇清楚方向咧，因為由呢個站開始，11號線嘅支線同主線會分開嘅，係啦。好啦，呢個站一定要介紹啦，上海賽車場站。咁佢係11號線支線分叉之後嘅第一個分站啦，係唯一一個切土式車站。咩叫切土式車站？即係呢個站原本係地底嘅，但係因為佢你望到係有少少露天嘅呢邊，所以係一個切土式車站，即係唔會話好似石屎森林咁樣咯。即係喺賽車場入邊都會望到個車站入邊咯。呢個係比較特別嘅。咁顧名思義就喺個上海賽車場入邊啦個站。
好啦，兆豐路站，咁呢個站就係上海地鐵11號線一離開咗上海之後跨省嘅第一個站。咁呢個站就喺江蘇昆山市噶啦，唔喺上海嘅，呢個就係江蘇昆山市嘅，係啦。咁佢係首個位於上海以外嘅地鐵站啦，即係11號線入去昆山市嘅第一個車站嚟嘅。好啦，最後一定係總站花橋。咁呢個站係11號上海地鐵11號線嘅總站啦，即係江蘇地鐵11號線嘅總站嚟嘅。咁就係上海地鐵11號線、江蘇地鐵11號線嘅轉車站。咁但係個形式有啲特別嘅。上海地鐵11號線係架空嘅，江蘇地鐵11號線係地底嘅，所以呢個就係天地換成嘅，係啊。好啦，做翻個總結。咁上海地鐵11號線啦，咁即係上海第一條跨省嘅地鐵，咁佢係上海地鐵路線之中最長嘅，咁個長度係82公里啊。咁同埋佢係解決咗嘉定區長期未有地鐵嘅問題，咁佢亦都係上海迪士尼出市區嘅唯一嘅選擇。咁未來會有21號線經過迪士尼嘅，再經過迪士尼再去到其他湖中心區其他地方嘅，係啦。咁一切都要等21號線起好咗先至再決定嗰啲嘢，係咯。咁呢條線係咁啦，因為呢條線都幾長嘅，同埋解決咗嘉定區居民幾十年嚟啦，一直冇地鐵搭嘅問題咯，係咯，呢條線就係咁啦。